好的话，会把人家弄得精神分裂，对不对？真给人家说过，一听到有人听，一听了，哎呦，你看，对。据说可以来搞一搞，你好漂亮，谁会安详？你要不要收好？有啊。啊，没有，我帮你收，没关系。呃，你也知道啊，哎开心天哦。三个了啊，从啊，心无开哟，无从我的心酸，闹热大擂台，闹热共下来，啊，到底起来，骷髅到底起来，啪，爱黑罗斯风，这嘛又要啪了。武力、火力全开，全开是啥？哇，根本也真的哦，安尼所有的参赛朋友像武力全开样的啊！嘿，鼓推你嘛来耶！哎呀，大家真的哦，本家呢林冠球呢灭落去哦，大家真係滅鬼滅怪啊！哎呀，滅鬼滅怪，大家衝下輪，滅鬼滅怪。啊以後啊，對安尼節目來講啊，就表示講非常嘅準衝啊！哎呀，對啊，大家看咗點？點解大家點樣嘅出頭？大家唔好轉頭啊，看落去哦。對啊對啊，啊比賽之前介紹下呢金牌評審欣賞來介紹下嚟哈。請這裡欣賞許世慧老師，總必欣賞羅格里欣賞東東老師。先有請到這位老師跟我們說今晡日的主題。好，出場兩位主持人同樣吼火力全開，我今日比火力全開。今晡我當期望看到大家冇同樣的表現。今晡主題人都突破自我，挑戰不可能。用蠻講咧，大家一唱一首歌曲，啲歌曲咧，老年以前唱嘅歌路啊，還有風格，完全冇同樣來挑戰自家。你喺讀到較難唱嘅歌曲，所以注意咯，你自家。書風還有歌曲嘅流暢度，因為啊，你表現的誠意感動到那位，你分數出會到那位。什麼叫不可能的任務呢？所以今晡大家有眼福，有耳福，哈，或者再看到安尼所有參賽朋友冇同樣表現。有請到 TV 參賽朋友。邱志凱帶來，請說客語。我剛剛講客語啊。帶來乜歌咧？請說客語。我就是講客語啊，對不對？也要唱請說客語啦。我平常都請說客語。這首新歌啊，比較偏滑稽感啊，也有點神秘啊，也是我在比賽當中啊，T100從事雅俗歌曲哦。那就連服裝的部分呢，我有走精心設計007那種穿着，哦，希望可以有個全新的我。來通講頭擺嘅世界，講下發會不同行的，心空的觀念拍的下，只說國語，也叫起鬧上冷冷氣，扭到你愛扭下迂迴，到時你走來走去，只剩去，多兩下也好，我愛來教你合法，到政府啊哈，基本的門口語，請說客語，來搞一搞你好漂亮，誰會安詳，敢想一生無你，有空來玩，有汗來了，是飽了嗎？是飽的麼？最後愛好了已愛而已，愛通通頭擺嘅世界，講合法會不同行了，身上的觀念拍的下，只說國語，也叫起鬧鐘冷冷氣，扭到你愛扭下迂迴，到時你走來走去，只爭取多兩下，也好我愛來教你。
发到这副啊哈基本的门后语，只说客语，那高一高你比好漂亮，谁莫安将赶上一生如你，有空来玩，又看累了是饱了吗？是饱为梦，最后爱好了去爱我你。哎呀，哦不，吓死人！我觉得我太早上来破坏你的美好的画面了呢，嘿呀。对对，007啊，要不然就是要旁边有美女，嘿呀。你对啊刚应该早点上来呀。我的脚太短。我在下面其实练 pose 练蛮久的，哦为什么只是上来刚刚看荧幕有点僵硬。不过我刚看你这身打扮，我还以为你要唱那个好久不见，张学友。卓别林的。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就是要有个造型在。哦，对所以这个帽子道具界的。对。金币跳国对你来讲，那动态突破哈。对啊，没有唱过，而且它又有国语穿插。哦，这个真的很难呢。嘿，这首歌是罗文玉。罗文玉的。对。还没发表的歌。已经发表了。嗯对，已经发表了。罗文玉好像平常就比较喜欢这个写一些调皮捣蛋的一些歌。对，这滑稽哎呀，比较调皮的，滑稽一点啊。对。哦，一条歌就哎呀，都嘟好，对你来讲就会在某空用个表现。对，因为我之前比赛都比较阳刚一点的，然后很少没鬼没鬼。所以你都是受感染、渲染。也没有啦，想要挑战一下。啊，你懂我啊，懂我啊。很好啊，俺的节目越来越好看。哎呀，冲了就拿出来。有点模仿罗文玉啦。对。来，那个这堂下那个。瓢虫老师，好，瓢虫老师来了啊！瓢虫老师，你说嗰個動線吼，將發表為新的專輯吧，係上擺來演節目嘅羅玉哈。你看各位很多請說客語，一堂都提供，他要做的是007，然後很嬉皮的感覺，然後很痞子的感覺。那之後你懂大聲哦，因為我覺得服裝啊、道具啊、你的態度都懂好。唔過你唱那首歌曲，可能就像唔講嘅，你大概都唱直通通、很硬漢的歌曲。那首歌曲啊，你其實可以玩，我愛知道你的能力，做到玩你的聲音。你純粹要玩，譬如講請說客語，就要戲劇化一點，要好玩一點，不是你都一直很同樣的東西，你都一直在變。然後我聽了，因為他的因為給他音符都窮樣，唐學友都無聊誒，你知嗎？然後有一些東西還有國語啦，客家話轉換的時候有點硬，就有點。K K 的哈，譬如說你可以請說客語，愛講，就是要俏皮一點，要把你的本身，你既然說這歌是俏皮，那種你定影下嘅部分，這個表現出來出汗然後。請說客語，愛講一講，你好漂亮，誰沒安詳？我基本上那首歌真嘅冇好唱啦，因為對你愛以前彈過你唱暗道的歌曲，這個歌真的不好唱。所以這首歌如果要唱得好的話，會把人家弄得精神分裂，對不對？真嘅那首歌曲一聽到有啲精神分裂，一聽到有啲精神，一聽到，哎呦，你看，對，哎，真嘅，哎，愛意思出來。你是跟 NONO 在一起久了就已經分裂掉了，好像被切得蠻多。真的啊，怎麼會這樣子？剛剛是我嗎？我是甜心哎，怎麼會這樣？唔過有人會安尼看哦，海軍係甜心，知嘛？給大家做一做，變什麼甜拌？你看，加安尼，這我意思講，乜個都做嚟做，不然很打慫，你知道嗎？打慫，懂打慫做暗號嘅裝扮吼，你要做歌曲，選這麼好的歌，嘿，我知道你做嚟係啦，衝啊係啦好，唔過基本因為你聽上場吼，我知道有比以前係啦冇聽嘅邱子謙，我希望照加油好冇？加油！謝謝這位老師。我們用版某空要來考驗下這個粉絲啊，好不好？哎呀，來看一下啊，是不是今天有精神分裂的邱子謙的分數？事
师傅，是，在韩模他都从上礼拜到所有的线上对呀，这种哈，嘿，嘿啊，可能这个压个分数就是突破嘛，但是就是卡在中间，要破不破，所以老师对你的期望，希望一定很大蛮高。好，我们要给没问题会不会再加油？好，好，好哎呀谢谢好这样，谢谢啊。好，来撒下来，龙先生，今天要从你头。好，来谈下来。当初选这首歌，老实说蛮后悔的，因为这首歌真的太难唱了，尤其它的语气、诠释的方式，对我来说很难掌握。怎么办？我好紧张哦！希望等一下可以順利的把它唱好，加油！你頭，哦啦啦啦啦，使到煙歡歡，腳步輕行輕慢，輕行輕巧。兩條路，黑漆個線嘅，想改變方向。愛是要繼續行下去，繼續行下去。你頭，哦啦啦啦啦，使到煙歡歡，腳步輕行輕慢，輕行輕巧。線嘅唔想改變方向，我只要繼續行下去，繼續行下去。路行走的一條路途夠平安向下行，我唔知佢愛去哪邊，佢唔知我愛去哪邊。我聽說下一站路口就會同佢 say goodbye。哦，你頭，啦啦啦啦，使到煙歡歡。谢谢。哇哦！哎呀，怎么用怎么给压力连续两首歌的都有是精神分裂的感觉？哎呀，这个因为这个节奏很多变呢。对。哎，我们请一下，哎，这个词曲创作者罗国礼老师。偶像，你怎么会写出这么棒的歌啊？这首歌到底是属于蓝调的，还是雷鬼，还是？它主歌是那个雷鬼啦，哦，然后副歌就到爵士了嘛，所以就是那个 reggae 加 jazz 这样。当初的编曲是这样安排的啦。青黑米又还有一点好像 R&B 那种感觉。会对，后面又一小段的 solo R&B 的那种冲法一冲啊。哇，这首歌真的很难，复杂，很复杂，很复杂。所以说轩他选这首歌很切合里面的主题啊，突破自我。对，泰嘎对轩的印象就会一次冲过就是大拉拉的，直来直往的哈，给他个声音看我们个弹性，他的给上动量唔会差，但是看我们个弹性，哈啊，所以对有一些的高难度的歌曲，他的诠释能力可能没按好，所以我今日看到朗档，龙轩都唱一条，我公司在帮有吓到，有點咩替佢擔心。佢做得嘛？我跟孟海琪佢做，他可以嗎？他年紀
可以玩这首歌吗？其实基本上这首歌是用搞的啦，是用玩它的，而不是真的去唱它啦。但是作家很好，他表现得很好。尤其第一基出来就是吓到人的，讲真的。对，所以我基本上佩服他有这个能力。洪轩轩，你今天唱这首歌，基本上不是说没得挑毛病，只是说老师很佩服你，因为你年纪这么小，你竟然可以把这首歌唱得这么好。我认为哈，你的功力，你唱歌的功力，你可以今天唱了这首歌唱得这样子，已经很棒了，很棒了，真的很棒，加油，继续加油哈。徐世慧老师。轩轩其实哈，因为确实这种拉锯战的歌哈，真嘅冇好唱。你说按声音嚟哈，老亚种睇人这样冲得出来 feel， 冲出来真嘅冇简单。不过对我来讲，因为亚叔国会国立老师下来，对，其实他给你蛮高的评价。当然我给你的评价也不低啦，好，但是其实啲亚头前嘅铺陈嘅方式，其实张力老 Hellboy Jazz 的张力，其实对我嘅想法係差异并没有很大。差异性，音色的表现度的差异性，某一台，所以其实你都再把前面的的声音让它能够再有一点弹性。按这个唱 jazz 的时候，较轻松到位。按人家 boy 呢，就希望讲，就较起较出到位来唱起精神突 ，Hellboy Jazz 的精神突会较好，冇会发觉弹起来感觉就薄点的。它放不太出来，感觉放不太出来。可是前面的铺陈又不太够的时候 ，Hellboy 想要把它张力拉出来，你就拉不太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它的那个对比会显得有一点薄弱。既然你在挑战这样的歌曲，我觉得你应该再思考再细一点。好 ，OK， 好，安子 C， 谢谢。哇，要求好高哦，真的。其实公司猜轩给你偷偷要说过，真的还非常高难度。这对我来讲，某一朵你有这个勇气可以挑战。干嘛？因为我想说，因为就刚好就是有听到很多罗老师的新歌，然后想说我没有挑战过这首歌，这首歌也很困难，那我想说就选看。唔怕，唔讲讲影响到你还可以升级了。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是到这边来了。我觉得这是让自己更清楚明白自己适合哪一个歌，或者是要去练习哪一个歌。那妈妈有担心吗？有，她其实选到让我就是我跟她说我想唱这首歌的时候，她有点后悔。对啊，你又不是像说哈陈婷婷那个分数已经按过，无所谓了，就算不唱也没关系了。他躺着也赢了啊，对不对？对，他今天没来耶，陈婷婷今天连来都没来，你都不来了，对。真的，太臭屁了。没有给。某一天会有惊喜的分数哦。哦，看一下好吗？好，来看刘贤贤的分数，他只能1、2、1、2，多3他就不可以。对。你那么看不起他。前面那个 solo 我原曲没有哎，编曲是没有的，没有是没有的，是这个是他自己的创意，所以我帮他这一部分我绝对要帮他加分。某一天会有惊喜的分数真的哦。哦，看一下好吗？好，来看刘贤贤的分数。哇，谢谢。你看罗老师还给到10分，你是很疼你的啦，哈。你有用心，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啊，回座休息。好来撒下来。係林君權點樣唱談戀？談戀啊，我嚟談。这次挑战的歌曲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难，因为《贪恋》这首歌节拍非常难抓，主歌跟副歌的音域相差非常的大。不过没关系，经过我这一拜的训练之后，一定会让大家跌破眼镜，敬请期待。衷心嘅愛用伴共歡迎，
伊也无言无语就来离开，就算爱做唔错贴嘴面，也爱来讲清楚。记了也讲用啥无适合，现在爱也强用暗用甲讲，唯独爱证明唔会离开你。真心来对待你，乡下扮演无心也有情，为伊付出暗度做嘛该？切开锁唔骗爱骗人，随便来戏弄俩团情。事都已经爱呀，真是没法度。你既然想爱离开，总已去。爱一生伊无影爱无影响，就按用讲，就按用鼓励。事都已经爱呀，真是没法度。就算爱目睭强命爱唔聪明。又懂得把无人讲无人通好嘛一句，贪恋一气发。事都已经爱呀，真是没法度。你既然想爱离开，总已去。爱一生伊无人爱无人想就按用歌，爱就按用歌嘞。事都已经爱呀，真是没法度。就算爱目睭强命爱唔聪明，又懂得把无人讲无人通好嘛一句，贪恋一气发。太高。哎，你好，哎，你好，你好，哈，袁姐好，好厉害，我也不知道。要条歌有乜冇共用的地方嘛？节奏啦，节奏就很轻松，很舒服。对他来讲不轻松，是吗？他只能1、2、1、2，他不能1、2、3、3、2、1，他不能这种多3他就不可以。对，你那么看不起他？不是，是吗？对不对？他多1颗出来就不行了。对。不，这首歌也一时合己啦，因为他感觉就像有点偶像的歌手，而且他的歌这次好像有点那种小虎队那种。啊，那种节奏哈，那种感觉蛮适合的。但好听啊！不要这样看我。对，好听。不会好听？对，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庄慧茹老师怎么样？来，老师，你吃的唱那条歌。但是给你这首歌，你的那个 key 选的就比较好。那其实我很想提醒你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你给带音嘛，不是那么的好，会雾雾的，所以你冲狗的时间，你们是。你冲，你如果常常把头低低的这样唱，去压住你的声音，那你的低音不但出不来，就更雾了。唯独爱证明不会离开你，真心来对待你。好，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在唱到，你看你前面那个 A 段的部分，只要到低音，你就是这样子唱，有点可惜。但是今天那个表现哈，大致上我觉得。就是平也音准有一些咧冇马后啦，嘿，那你其实可以选择更多去突破自己的一些唱歌的方法哦，去克服一下你的两个音色的问题。你的音色是比较暗的话，你要去选择的音不要偏的太低，一定要记住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卡斯贡你哪一次得的那个分数哈比较偏低？你去看看你那一次的低音到哪里。建议每一个选手都是，当你觉得你低音太低不好的时候，你要去记得你这次选的这首歌你的低音到哪里，以后不要再选低过那个音，要比那个音再高一个音就是你的极限了。当你在找 key 的时候，你要记得
来个轻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再选超过这里，宁愿往上，不要再往下。好，那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你。没有一个非常让我觉得是很惊喜的东西，但是大致上表现是就是平平，好，也安安稳稳的，好，但是你绝对有更多的进步空间。我一直很想要提醒你的，就是你要去调整你发声的地方，然后唱歌不要低着头，稍微往上一点点会更好。然后自信心要再更多一点，好，加油哦！谢谢谢谢。我们哈。啊，你们先来看一下分数啦，好吗？来，来看林冠权的分数。谢谢老师。哎呀，这位老师，朴聪老师，你某高一啊中，我觉得他这首歌应该也蛮适合你的。错，还是你今天又生他的气了？我在这边还是跟喜欢他的歌迷说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不要骂我。对，冇人爱意思讲，因为爱吃到比赛比到俩了，年度总冠军。都俩10开始，你应该要有长足的进步这样操啊！你透亮出高向冇唔操，嘿，你只改过，不过我就是没有惊喜。我们没有觉得林冠群有再多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又觉得说，你做到喊啊多的东西，你知冇？那种呀，以前唱过一个自信，还有笑容，还有心感度上讲，我总嘛爱透亮出歌曲，我唱本马萨谈这种心情这个情段来，好冇？加油哦哈！上次骂你是希望你更好了哈，他现在都不让我站了，他都不理我了。不让你站了是不是？啊，可能今日无变鬼变怪，这个三人呢，只身站在舞台上，对吗？好了，恭喜了哈！要加油了！好，谢谢啊，谢谢这首歌。好，来杀下来。林思玲带来《糖豆三国》嘞。来，等下。这首歌。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在它的高音的部分。那我自己加了一些前奏上加了一些 solo， 希望呢把那个游子回乡的心情，低吟那种感觉能够带出来。那今天就尽力唱吧。心情，黑白拢把人给包袱，祈求我爱都带流浪了几多年。已经起来，行千山，爱他过万岁，三国。
三姑嘞，不从哪，心情又不会快乐。三姑哪，紧从哪，木子嘞，谁面浓？谢谢。哎，司令姐姐，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好，今天有嘿啊，赤道摇属国会挑战自己的地方在哪里？这种就是高音，它有一点点要对着山谷呐喊。对，哦然后再描写一个就是游子，然后出去闯荡多年回乡，然后近乡情怯，因为听到那种山歌那种感动，然后那种吟唱这样。那我想说，因为那种是就你刚刚讲对着山谷要有那种很宏亮，然后想说跟我平常装扮也完全不一样。我想说风尘仆仆的回来，对，简单一点，哎呀，对，应该当做永成这样对啊。所以挑战自己的声音，对，然后比较放一点这样子，但是又有一些那种情感。那种低音的那个就是一条歌多由罗国立老师写的。罗老师，所以罗老师，你写这首歌不能表现嘛该种山野那种空灵的声音来唱这首歌。我刚才讲的那种方向。对啊，给米司令有一点让我很欣赏哈，前面那个 solo 我原曲没有哎，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唱出来的吗？对，我是想说那个就是那种游子要回乡那么多年，然后有一种那种就是心情去把它吟唱出来。就是前面那个自由吟唱，原来的编曲是没有的。没有，是没有的，是这个是他自己的创意，所以我帮他这一部分，我绝对要帮他加分。不用你去给他想法的话，你的分数还会有机会再上来哦。谢谢老师，就这样子，加油，很棒，谢谢。的分数。所以司令姐，你调到前面那个 solo 那个地方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对。自己的想法，对，太棒了。跟哥哥讨论，结果就是因为我国中毕业就出去，我国中毕业那一天我就自己拎着行李去，离乡背景，对，所以就是那种心情，所以那时候我在网站上看到这首歌就非常感触，非常有那种感动。对，难怪唱的离乡8年回来，年纪那么小就漂泊了。对，安尼好啦，看一下今日带来一条歌的欣赏哈，我本的分数伊就分来。来看林司令的分数。谢谢老师，谢谢3分，谢谢老师。赞，哎呀，还1礼拜哦，加油，好，加油，好不好？回座休息，我来杀下来。哎，你们没来吗？有啦，有来了吗？我没有看到人呢。运动家的精神，我没有看到人呢。有，真的。他今天装的跟鬼，跟那个新娘一样。哦，那个是他哦。陈婷婷带了失踪等待。来，躺过来。偷偷告诉你哦，刚刚要过来的时候，我一直听到 perfect。繁华岁月已过，就不再来。一機會3年。紅啊，跳到拿到書紅嘅時節後，得問見重點喎。你3年啊，一下3分鐘就趕緊走快。光彩流現啦。我觉得我最需要突破的呢，就是歌曲情感中的内敛度，还有技巧的收放吧。所以呢，这次特别挑选了这首偏向传统曲调，也比较小品的歌曲来比赛。今天这一身打扮，希望可以带领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进入到那个比较古代情感浓郁的那个世界里面。希望可以再度挑战自己，加油吧，婷婷，你可以的！
亲亲姑娘走江台，来来飞飞看春江中人悲哀。思亲故意像风来，欢喜打扮上浪心乱猜。日头照样孤单面江台，头送金彩参会心悲悲。风中相思无心难怪，天空转呀含黑一嗓音电台。他也少无奈，发红丝早有年彩。等云散叶开，盼烟风随风来。始终电台有情人来爱，无奈莫言同小情难挨。繁华岁月一过就不再来，偏手心送平台。始终电台有情人来爱，不必盼得几时人再来。千里烟雨过，不是转来，发落水凉水情不在。千里烟雨过，不是转来，发落水凉水情不在。누가坐在落梅头送啊，누가坐在来打扮那，靠始终啊温衣裳，爱来电过来，那哟谢谢。哇，你好， Titi，你好，这位是你吗？是我，这位新娘，是对，您凤冠霞披的来，怎么会想让打扮成这样子？不知道哎，就是有画面是自己出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一直很想当个新娘，你知道？对呀，你就说嘛，还没那种感觉，是不是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哎。啊，你选这首歌的突破就是想要当新娘，对不对？没有，因为可能之前在很多州的比赛都唱比较大的歌。哦，刚刚这首也是大歌啊。它比较属于内敛的感情多一点，对。然后之前有一些歌有唱过山歌的部分，然后可能共鸣位置还不是很好，是。然后想在这个部分也加强这样子。后面还有加了一段好像那种国剧的那种感觉啊。对。偷偷告诉你哦，我刚刚要过来的时候，我一直听到 perfect， 太厉害了，太会唱。哦，真的呀。真的，哪一位先生啊？你东老师哦，对，东老师，对，perfect， 请问 perfect 英文怎么拼？完美啊！啊，真的唱得很好。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哦。你果树其实包括连我自己一样，他给忙冲过一时间，他就在做事前准备了哦。这是比赛，不管是表演、表演或比赛时间，我相信罗哥嘛，冲过上去冲马国，一定那个情绪他会带到那个舞台上面去。假给黑有画面的，而且非常清楚。他现在就要代驾了，
代价的非常痛苦，之前那个不肯定的给我感觉，给我带到国外地步来了。这是个完整的一个画面，是完整的表演跟一个呈现啊。我觉得他都准备得很好，所以他每次听汤里冲国不只是听他的音准或是他给个依靠党后，包括他的心态，我觉得黑眼力所有参赛者值得学习的，因为这次创华党后真的完美 perfect。谢谢老师。这没什么好讲的，可是我好像隐约有回荡到自己好像有唱错字。他奴家坐在呀，那个你是两句重复，是对，你两句重复了，应该金叉插在老妹头上嘛，对不对？就练习了很多次都没有错过。哎，不过难为他了啦，哎，没他感应，没他感应。马来西亚周董，你发音，你咬丝吗？懂好。对呀，不简单呢，咬会比较还好哎，对，肯发音老师都会纠正我这样，谢谢。好啦，我哋可以下，可以再拿到一道分，好。马上来看陈婷婷今天的分数。谢谢老师，40分。有8分的原因，那么个就是唱错吗？张老师？不是。不是。对。没有。我觉得你今天非常棒，我觉得你很勇敢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要跟每一位参赛者说哈。婷婷太棒了，因为她真的去挑战了她平常不会唱的歌。那你怎么给人家8分？因为它是比赛，好，但是我要说的是，你要练习怎么做小调的收尾音。孤阳走进台，那个尾音要做好，然后江中人悲哀，小小的可是要收漂亮，你都断了。没了，然后，所有都是这样，你的这几个尾音都是一样。点点青青孤阳走江台，来来飞飞看穿江中人悲哀。最后的小调，我上次，不知道多久以前，俺有老你讲啊，你要说国语，我有跟你说过，当你要唱京剧的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共鸣腔整个摆到最前面，才有这样的音色。你不能用以前用共鸣的方法的话，味道就不对了。你看这个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把它共鸣塞到前面，才有这样的味道。所以你稍微再共鸣一点，味道就不对了，就没到位。但是我真的肯定你今天这样勇敢的来挑战自己，谢谢，很棒，谢谢庄老师，谢谢安志 C， 恭喜，加油，好不好？来，回做休息啊。还有礼拜哈，还有一礼拜，哎，真的姐姐不退，啊，一直退的就一直退。所以一直退的要加油。好啦，安尼你有看国歌组比的，就要看传统组了哈。多谢，哎呀，比辛苦评审。谢谢老师，谢谢安志姐。好，来看传统组的比赛来。好，也下呢传统组的比赛啦哈。清明3礼拜的冠军积分赛。哦，今天听礼拜了。听礼拜哈，总共7礼拜嘛。错。好。哎呦，多带金文一啊，卖你的分数会较好啊！安尼要做搞完呢，有生杀大权的评审老师了啊！好东洋冲的感觉咯！来，介绍李秋霞先生、李金明先生、王碧树先生、曾明珠先生、杨云友先生，有请到李秋霞先生来讲今天的主题。今本嘅主題就係幸福永流傳，有乜嘅最幸福嘅事情，能夠俾你印象最深刻咧，哦，所以大家要將你人生之中最幸福嘅故事，用個歌詞用詮釋出來。除了基本的就冇講跳硬以外，你個嗰個唱歌一樣有抑揚頓挫嘛，就冇咬絲，彎起四季八節，大家特別注意哦，所以我希望今日大家能夠得到滿滿嘅幸福，大家加油！好，阿子星，今天嘅長水朋友，佢喺度準備乜嘅幸福嘅時間嚟同大家報告嚇。嚟 TV 幸福嘅人，將香曲帶來平板。彈下啦。講到幸福嘅感覺，我都想到媽媽傳承下來，
也是维持我们全家的生活，留快乐的记忆。如是我们录下煮面的厨艺，当时我妈妈传承本爱煮面的技术，如今我一些人呢嘛传承我的煮面的手艺，也幸福的味道，希望做得源源远远流传下去。情太高天呐，通下七家里豆子乃顺呐，冰菜流鲜呐。还有罗金子呐，全家乡那树啊，幸福的人生呐。两位主持人好，哎呦，你今天也吃到人家个米农子讲啊！哎呀，哎呀，唱得非常的好啊！谢谢。很顺哦，咁乜嘢？然後跳到有一支安尼哎吊過癮的有冇？哦，冬後糖哦，哎呀，係咪因為今日主題係幸福嘅關係，所以你就唱得特別好啊！啊，俺媽媽傳書兒本愛，好，啊我要將我嘅書兒全部愛兩個來嘅。要做面拍板的呢？切個面啊！切個面啊！切個面哦，特別。我白切安尼啦哈。啊，所以以下我兩個來咩想同做廚師，做一家開店，一家開店，一家做一個店。變到料理藝術家啦！啊，哦，真的真的。嘅如係媽媽流傳下來嘅幸福。哇，好棒哦！哇，咁你也幾多年嘅時間？幾位30年。紅啊，跳到拿到書紅嘅時節後，得問見重點哦。強講一下本來拗起。對呀，鼓動嘅。你30年啊，一下3分鐘就趕緊做快。誒，頭擺係鐵嚟做嘅嗬。係啊，一個鐵嚟嗬。上路誒，你看康威30年。哦，也是鼓動嘅，要好好留下來。係啊，你康威30年。要流傳幸福的味道。對啊，對不對？對。今邊你幸福創嘅樣嚟談款啦，李秋霞先生。香曲今日創了屬於辦後貼士嘅平板。最向我創條創嘅陽春兔子按嘅創法。唔過我本在建議人家準備雖然創得真好，唔過人家聽一句，通宵自家立德子孫不用猜拳。你邊個貼士我感覺，你唔好貼聽多雜事。人家聽多雜事，你感覺人家準備是做題的，是冇安好談。七家里豆子乃順呐，冰菜流鮮呐。哦，你講通宵自家子孫不用猜拳，還少可做的。你通宵自家德子孫不用猜拳，我感覺聽多地位咧。哦，不能再建議。就可以更加講嘅叫咩嘢？邊望雙邊雕上嘅做咩要當嚇？加油！
谢谢。我叫做转呀吧，俺的现场的糖也是感觉都冻好糖的。糖迄个冻顺。对啊，对啊，哇！我还有做什么贴丝，有么个哦，这嘿嘿嘿。也是有两副耳功呢。哦，系啊。一副一家，一副耳机。安尼真民主先生给补充一下啦吼，迄如果迄爱创的方啊，唔会创冰人啊，要创方菜咸，因为佢种方菜心肝肚的吼，诶，唯一的自顺係体力顺位嘛，所以係方菜咸，唔咩东西讲拢冰下来安尼吼，动词到形容词诶无共样，但是係无拢扣分。韩国第三团的时间，你要会下来的係边网相片，但是你去干那创转网相片，所以要注意。歌词係边网。但是佢唱转网，我下查啦，我哋要唱转网，我下查歌词。所以係啊，所以做到冇對到。我唱嘅時候要選對嚇。係，冇相講，我哋冇啷扣分。好，你看一下，看再拿對多分，好嘛？來，總向曲嘅分數。謝謝。哦，做對啦，44分當高分。可以，先恭喜。好，安子說哈，謝謝。關於張聰明冇事啦，啊，好，謝謝。我嚟殺來。我朋友。吳秀純。好。帶來3個字。特別歌詞錯唔錯嘅，唔敢認哦。嚟，大家嚟。唔單止牙齒了，做嘛咯？你有乜嘅東西？你牙來嘅肚臍。來也了嘅氣那般啊。你要不要收好？有啊。沒有，我幫你收，沒關係。知道。其實呢，我係一個懂色情嘅人，從戀愛到結婚到將來嘅，當多東西呢，對我來講呢，全部都有保存嘅價值。我也當生意攞佢留下來。成績好。今日歌詞觀眾帶來朋友啦。大家好。啊，今日歌詞冇錯唔錯啦啊！做唔得，從幸福嘅事情，從錯。快樂幸福嘅事情。好，今日展現埋個幸福嘅事情，問大家啲啊。幸福嘅珠寶箱。哦，珠寶箱，哎呦，哦。還有帶我嘅寶貝。人牙齒咯，人牙齒咯。誒。寶貝。我都戀愛講到我將來嘅，因為我嘅情書
啊，因为我先生係做职业军人，我帶地方都給他順風。哦，所以平常時見面的機會較少。你當日就見面。啊？當日見面咯。我上班卡佢特早上會拿一封情書本來。係。很甜蜜。肯定我上班，下班則會寫個一封，肯定我接我下班。嗰個人會寫一個小卡片。其實我唔記得啲封箱。哦，沒事啊。然後來，我們請羅哥幫我們念一下。你很想要讓人家知道呢，你完全不高。幸福嘅事情啊，不低調分享啊。開心啊。愛就是要容忍他的一切。生下來就會天份咧。天份啊。因為我哋去檢門員。天份卡嘅信用調查嘅紅包啦，其實他係當期待嗰隻紅包。因為cái紅包就會信用期間就會穿好了，結果我打開嚟係銅錢2元。哦。它有2元，沒有袁大頭。有大概有看過嘛？特別中華民國3年的呢，跟袁世凱當總統的時間。係啊。根本有幾年呢，就用袁大頭交易啊。還蠻珍貴的。唔知啊，演員。係啊，你接電話，可能會有煙嘅聲對嘛？真的哦。係啊，我表演看。哦。太遠了。有冇？真的呢。我模擬濃啊，還糖豆。你沒有覺得你好像被我口水噴到嗎？哦，哎呦，我覺得我被催眠。懂得剪，懂得。你等下牙齒了，幹嘛了？要乜嘅東西？啲牙拉嘅肚臍。肚臍對。因為佢是財啦。哦，肚臍就代表財啦。好容易講大財大財。嗰時候叫做講係屬財，嗰個財數起來，嗰時候就終身幸福。就甜絲糖。哇！就當甜蜜啦。哇！要懂得錢，懂得錢，舒服了，舒服了。係啊係啊，一個人講嘅人。跟人先生嘅寫情書寫一句誒。寫句誒，寫到天份啊。就冇寫。英份天份，佢一天咧啦，天份就唔是寫啊。雖然演出嚟，佢當真爽。聽到嘅就。搞忘一句啊。佢對到嘢就唔是寫咧。對咩？一年多，哦，哎，真的很浪漫，非常棒。來談一下那個李金敏先生吼，哎呀，大家去唱個樣板哈。相信電視機面前嘅觀眾朋友啊，一定有聽到就感受得到哈，吳小姐呢首幸福嘅感覺嘅山歌啊哈，唱呢種嘅甜甜蜜蜜嘅滋味哈，用山歌指導去唱出來哈，當然係十分感動人嘅哈。因為演唱呢首呢。山歌字呢哈，所以講穩穩哈，主要講嘅想韻咧就全部就表達出來啦哈。當然雖然講嘅幸福嘅就猥瑣，咩講咩講十分嘅強，但是我感覺冇係呢不一樣嘅成績。我加油，什麼先生？很多個四公，來，看一下你真係拿到一道分哈，來。看吳秀春的分數。什麼先生？你看，你這穩穩的唱都冇問題。你上禮拜這個果子唱唔唱？唔好再講呀果子呀，今日有帶到嘅。恭喜你啦啊！恭喜你啦，回做休息。好嘞，撒下來。撒下來，本身個羅線帶來羅山歌。我最幸福的回憶是這條金項鏈和手鏈。聽阿公說是我滿月的時候，爸爸那邊的親戚特別準備給我的，希望我能乖乖長大。我一直把它保存得好好的，希望能把他們的祝福帶在身邊。金有夜呢。
春梦亲切，来相想啊！感恩哟，温暖啊，彩心田啊！熊海哥，哎谁？你好，你好。要按按说哎呦咁我有乜嘅幸福嘅經驗啊，乜嘅東西？英鬼就出生，然后满月，对不对？你有什么印象吗？满没有，月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可是那時候阿那麼小，公講了才知知道。道就恐怖了，嘿呀。阿公講才知道哎。是啊，哎呀。阿公講才知道他如果還記得那個時候小時候的事情，可能那個孟婆湯沒有喝到，哎呀。要多苦再停拜拜。莫拉呀，满月公妈妈那边的，是爸爸那边的姑姑的。哦，姑姑哦，送给你的纪念，对不对？还有照片。對。阿公哦，阿公都見到冇邊係咩？呢？阿公冇較老呢，哎呀。跳到冇較有呢。哇，阿公可能頭後上就拍到一下，哎呦。好可愛哦。你爸爸賣臀發嘅呢？賣臀我畫的。啊，爸爸畫，你爸爸很無聊捉弄你，對不對？對，要有書款的呀，項鏈呐，對不對？係啊。輸好來啊，同講，係啊，專業啲講起來，你冇本日爸人媽買嘅。哎呀，本產品符合國家純金標準。哎呀，同學嘅建議啦，吼，太時間都拿，哇，特別謝謝時間啊。對，萬年書愛耶，有送嘅金牌呢，哈。好，你要傳承下去，好不好？要傳不下來。你要數一輪嗎？你要不要收好？要啊。沒有，我幫你收，沒關係。你也知道啊？要給阿公啦。要給阿公的哦。我來讀一下那個王秘書先生啊，來。應該講高世恩從頭到後，然後也穩了很多。可是，一唱完了之後呢，那個間奏又開始了。年前啊，偶爾會露出聽到馬腳。音樂，他沒有晃，也度唔掉啊。對，可是這個其實身體肢體的韻律其實也是屬於音樂的一種啊。唱得很好。哦。徐博聽這樣。好，謝謝。很好呢，那就要看分數了哈。看一下都拿到幾多分來。老師人的分數。73分，做對嘛？做對。做對哈，係啊，好，我分數啦。啊，恭喜啊，回座休息啊。好嘞，撒下來。總名字帶來3個字。當然啦哈。愛漂流的風啊，老人家說什麼土葬要什麼要過地氣還是怎樣？我們家的人就還沒斷氣。流丹流香那片啊。還記得啊，媽媽兒離開我的時間啊，不大概我的聲音呢都有一行東西，我係拿到了金紙。雖然啊，佢離開有10多年咯，但我係大擺看到了金紙啊，是想到我媽媽係到我的身邊。啊，我想到金紙呢，就想到讓阿媽講媽，我做嘢冇呀，你就當幸福哦，媽媽我都想你呢。
君好。今日啊，不然就唔係幸福嘅建議咧。金字。嗯。金字。我妈妈本来。哦，妈妈留本的，嫁妆吗？不是，她那时候得癌症嘛，还没有那个，她就说我这个戒指，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个，对对，等我那个不在的时候啊，就要留给你们一人一个这样子，对，很有意思的事。对对，还在的时候啦，就说以后万一我不在了，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个戒指，留着当纪念，这样子，幸福的事。妈妈也做得久10几年了。10几年了。19年。哎呀，已经释怀了哈。对。看这其实亲人走了哈，这就是时间当然会淡忘很多了，哎呀，但偶尔想起来是。还是有点不舍，会想念呐。咁都見19年，咁還有新度比，還有乜嘅話想要對媽媽講嘅？是因為媽媽那個要生病很嚴重，就兄弟姐妹都叫到床邊。那時候好像老人家說什麼土葬要什麼要過地氣還是怎樣啊？然後我們家的人就還沒斷氣，就把抬到地上去，然後媽媽就說：“我要死了嘛！你們幹嘛把我抬到地上，害我們全部又把我抬到床上。”我印象最深刻的，媽媽還沒斷氣，大家就把她移到地上去。對，這是你印象很深刻的一個事情。媽媽講這樣的話，對，大家都。還沒斷氣，幹嘛把我移了？是不是我要死了？你們，對啊。對。後來過幾個小時之後，媽媽就真的走了。好。沒關係，這個哎呀，時間也過那麼久了哈，我們是相安多了，好嗎？哎呀，那還是要面對殘酷的一面哈。對。哎呀，來看一下，你。殘酷的曾明珠老師，曾老師，係好。我唔會殘酷啦，我心甘情願的人，係。我相信媽媽在天之靈一定會庇佑你哈，家庭幸福美滿，子浩順顯。所以對於今天就真性情的表達，對我也找不到他的瑕疵，哈，然後冇嚟抗思念呐，就是一嫁出來，哈啊。雖然佢小可有佢 A 嘅方面，上禮拜我是講過佢唱嘅樹梅嘅 A 音，係冇少改題啦嗬，但是唔會影響到千太佢嘅分數啦。哦，所以希望你慢慢見修改，好冇？哦，在樹梅嘅這個樹講地位，啊，容易唔會有插人。哈，加油！那就看一下分數吧，哈，來。看下總米子的分數。犧牲一點。每個老師都打9分。對，希望你對媽媽的這一份愛，放在心裡長長久久。恭喜啊！先恭喜啊！哈。接下來鍾漢儀帶來平板，看看那是。假使你們愛幸福係乜嘅，我想應該係老母下人團圓嘅時節。10幾年前有機會老家族嘅人員合照留下回憶，竟然係一件當感動嘅事情。底下當然有機會，這個將透過人大家氣勢向下，有幾個裝備嘛冇錯咧，所以大家要多多把握老母下人快樂嘅時間哦。新春了是那节，喜洋了
好，今日有带来乜个好嘅建议啊？今日帶來係我家族嘅合照。哦，相片。家族合哦，一種相片啊。合照。哇，很多年了。大家族哦。一個係所有嘅親戚嗎？係啊。還沒有，其實冇全部都齊啦。哦，你哦。哇，你好旺哦。該時節係，我記得從四代。四代哦，一啲係木下面切係咪啊？係咧，都係北嘅木下面切係咪？按太卡咗咁要得到壽司啊？有啦，因為我爸爸有10兄弟姊妹嘛，所以我家族動態。你真係太真係。特別係過年過節就按多年啦呢？今年我記得係同我是春招。今年多。那一年的時間，一多年。一多年。17、18年有了。哦，你是2年呢？也係有啊，也係。冇，因為也有到都我體力上班。啊，要幾隻長輩咩冇菜咧，所以也慳冇咧。慢慢嚟做啊，應該一推前6推8啊，3推得6啦，哎呀。做啊呢，哦，特別這時間咪咁哇，特別過年過節嘅時間，哇，親戚朋友全部轉嚟屋企，呀哈，就冇乜嘅有上冇乜想行，做啊呢，所以要跟親戚朋友之間呢，還是要多多走動，對不對？多多聯絡，要注意啲同學建議哈，啊，你嚟談一下呢，江老師，鍾小姐好。大家好，今日創藝評版呢，可以講非常係平穩，也非常係好聽。不管也上潤方面嘅運用哈，通常有當自然。我想呢，你做得將呢個評版三個表達到非常係優美妥嚟。韓國都你選出嚟呢個調呢，也係你講音非常係適合。所以我談到你高音冇乜嘅問題，做得會發揮。低音也冇程度嘅困難，過去知道你低音，你高音當量，低音呢上時會出現要到好冇完美上。今年呢也知道呢一方面呢，也冇幫我談到有乜嘅缺點呢嗬。所以整體來說非常完整，相當係不錯。香那片來真流從韓國我一起到你要就比配音，按到音比起來，你有一個非常好的，就係講你聲音表出來呢，係當健康嘅。健康的聲音，還有你開口啊，就是按照從各位基本來口型是比較好的。啊，像呢方面呢，像那個小弟弟，我記得佢有對這個開口啊，就是口型啊，有好冇像那個台語的訓練難度哈，那他可以做參考。安妮唱那些就。說他開口感覺上比較健康。對。那其他4位哪一個比較不健康？其實我嘅意思唔係講健康唔健康哈，每分的不是2分法。我係談講鍾小姐嘅聲音唱出來，我會知道佢係當健康明亮的聲音哈，所以當流暢自然啊，當舒適的哈。那因為佢口型就是很好的，唱歌誒歌唱的口型係非常好誒，所以呢佢嘅聲音發出來嘅條件啊，彈起來就會有真的是有比較好的哈，所以只要他能夠找個只要佢做得呢把握到呢個唱山歌嘅其他嘅韻味啊技巧啊，韓國感情啊，那我相信佢嘅基本條件是不錯誒。冇乜問題。對，啊，什麼先生？所以加油。加油嚇！謝謝安子姐。難怪有一本書累積成果了吼。係啊，目前。今晡日一兩禮拜開始。剛剛吃到米咧，你能分數攏打蠻高。打蠻高，係啊，太高上邊啊，40人分以上，董事有40分以下嘅，吼，目前。他們的意志力很高。係啊，來看一下。總含1嘅分數。來。44分，哎呦，恭喜！
嘿啊，哇，下还有2礼拜，加油！十遍啊嘞，稳稳的创作哦，恭喜哈，回做休息。哇，比多亚行来看个分数哦，他个差不多在伯仲之间样的哈。1分2分。哎呀，差不多有的还差不多平分的哦。哦，入朋友嗰件種。入朋友。希望啦，希望佢果子都會帶到嚟。冇問題啦。可以帶肚臍來。講到啲牙齒點啊？結果喺牙齒原來肚臍。好遠啊！哦，安尼，希望安尼所有朋友哈，係啊，大家好唱歌嘅哈，積極來報名啊哈。報名專線091938383988，還有傳真天發0227778231。係，等下都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然後呢，我們多謝辛苦嘅最緊張。謝謝老師，辛苦我們的詹老師。同時，大家唔記得咯，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收看呢，老熱大擂台，老熱中下來，拜拜。